你有冇聽過？有時候外交官都會遇到好離奇嘅事。今日我哋就要講一單美俄外交圈入面關於 UFO 同軍機陰謀論嘅真實檔案事件。真係有啲似電影情節。大家好，我今日會一齊同你拆解下2001年格魯吉亞上空發生嘅疑雲，包括俄羅斯被指控轟炸，各方互相推卸責任，仲有啲外交手腕背後嘅盤算。冇錯，今集會同大家逐步深入。第一，發生咩事令到美俄官員要開會對質？第二，俄羅斯點解死口唔認，仲拋出 UFO 論？第三，撤軍行動暗藏啲咩玄機？最後，呢單事件點樣反映大國博弈同地區安全格局？聽落都幾刺激。等我哋帶大家一齊由外交檔案入手，拆解表面以外嘅細節。話說2001年10月底，格魯吉亞指控俄羅斯軍機入侵佢哋領空，仲話轟炸咗 Kodry 山谷一帶。呢件事好快觸發咗美俄高層外交對話，雙方都唔想事件影響即將舉行嘅美俄元首峰會。格魯吉亞嗰時局勢其實好緊張，國內有分離主義問題，而且啱啱經歷過車臣武裝活動，所以一有飛機轟炸全民，大家即刻諗係俄羅斯想施壓。但俄羅斯外交部副部長 Mamedov 當住美國大使面前堅持講冇俄軍機飛過去，連一架都冇，咁多炸彈聲有可能係誤會。佢哋仲話調查之後發現有阿卡直升機曾經炸過啲所謂恐怖分子據點，但全程冇俄軍機出現。其實消息來源都各說各話，根本冇人認頭。最吊詭係俄羅斯外交人員話，嗰啲有飛機出現嘅報告，可能大家見到嘅都係 UFO，因為佢哋冇技術可以查得清楚究竟係邊國嘅飛機。呢種回應聽落真係有啲滑稽又無奈。其實唔想直接認錯，就借 UFO 玩下語言藝術，拖延時間之餘，又唔使承認責任。而且俄方仲留咗個口風，話可能任何一方都可以派飛機飛過 Kodry。咁講就等於話，大家都唔好指住我哋，自己都可能有份。反而 UFO 論混淆視聽，最終令整件事更加撲朔迷離，仲有啲似冷戰年代嘅心理戰呢。講反軍事層面，嗰段時間俄羅斯實際上係準備撤走一部分軍事裝備離開格魯吉亞，經過 Abkhazia 地區反俄。不過撤軍過程一啲都唔公開，連外國觀察員都冇得參與，成件事好神秘。官方理由就話突發進展，冇時間邀請人睇，但其實外界都質疑佢哋想黑箱操作。其實俄羅斯仲強調要留340個看守喺古都塔基地，格魯吉亞就嫌人太多，想減少駐軍。雙方喺撤軍數字上不斷拉鋸，明顯係用為談判籌碼。啱啱你提到談判，Abkhaz 地方勢力亦唔肯放生，唔批准火車離境，令撤軍進度更加拖延。局勢一下子又被地方政治複雜化咗。同期，格魯吉亞國會議長 Jevania 就親身飛去莫斯科，表面氣氛唔錯，各方都話要冷靜處理分歧，但最後都係得個講字，完全冇實質成果。其實大家都係想拖字訣，俄羅斯繼續用駐軍壓力令格魯吉亞讓步，格魯吉亞就想搏美國或歐洲介入，平衡反俄方壓力。而議長 Svania 同俄國國會主席都講明唔好再互相指責，最好係簽個總協議。但你睇到成件事都好似原地踏步，冇進展。就算有消息話俄國防長 Ivanov 可能訪問 Tbilisi， 最後都未有確實日子，大家都留有空間睇對方會點出招。回顧整件事，俄羅斯否認一切責任，明顯係唔想喺國際場合尷尬，順便保持對格魯吉亞同 Abkhaz 地區嘅壓力。係啊，佢哋用駐軍做籌碼，令格魯吉亞喺 Abkhaz 問題，甚至對付境內車臣武裝時都唔敢輕舉妄動。俄方既想維持勢力範圍，又唔想俾西方有藉口插手。美國方面其實都好緊張，尤其怕事件搞大破壞，美俄高峰會氣氛。成件事最終反映咗地緣政治鬥法下，軍事行動同外交語言都充滿伏線。你會見到有時候一單表面係軍事誤會，背後其實係多重博弈，包括各方如何用資訊操控、談判技巧，甚至善用 UFO 論減壓。總結今集3個重點：首先，外交圈入面避重就輕，語言藝術同拖延策略好常見。第二，所謂軍事透明度，其實好多時都可以用各種藉口繞過。
第三，地區安全同大國角力息息相關，一個小爭議都可以牽一發動全身。我認為實際上大家下次見到類似 UFO 新聞或者外交官奇怪回應時，不妨冷靜諗下背後有咩動機，係咪有人想分散視線，或者用語言包裝拖延？想提升判斷力，建議大家多追蹤事件後續，唔好只睇表面新聞，而係比較多方報導、官方聲明同國際分析，慢慢你會見到啲細節。多謝大家收聽今集深潛分析 Podcast， 下次再有神秘外交檔案或者軍事異象，我哋再一齊拆解。記住唔好俾 UFO 迷霧遮住你嘅判斷力。